反正现在拿灯呢，我觉得拍不到什么东西哦。拍得到啊，因为会有点发光。这等我来，刚刚分享多少房子？橘子外交，他们全部躲起来了。你去忘忧之后会变得比较开心吗？会忘忧，会忘忧。对，我就知道。那方健，你有什么烦恼吗？上去会几个小时啊？如果你很多忧虑的话，会比较慢。我们终于解决一个同学的忧虑了，那个同学已经不用上山了，因为他的忧虑就是肚子痛，还要上厕所，所以跟他拿200回来吧。方俊宇应该不上山的，那就上车啊。树的位置。Taxi!